新人的那个父老乡亲们，大家新年好！谢谢，我在这里给大家拜年啦！谢谢，我是来自云南文山麻栗县的苗族女孩，我叫杨香。我呢，古肉宣传的厉害点，古到多长的杯，路上活的新人呢，古肉宣传的多多宝贝，中的最固定的家。熊呢杯的梦了，也不也固定梦，我都准备听到老人黑里，古肉宣传点，我多路江地头到家古短城内公这边条，那呀多，我给老人真的等到古肉宣传的里多多宝贝，中的最固定的家。我那古月老母长高火海边，北洋梦一呀，服装的是的，昨天北洋鸟州，太古了呀老古，美古了呀鸟州好听，北的洋梦一呀是，北洋就16、18，吉他100我100，北洋一整是，我唱到。来呀，老罗。
那西藏岸，这北海南，那西。